呢間位於九龍塘、樓高4層嘅獨立屋，充滿大自然氣息。戶主想間屋有精品酒店嘅風格，同時又有休閒嘅感覺。一樓係客廳，設計師特別用咗板岩做地板，俾人一種自然溫暖嘅感覺。連接客廳嘅休閒空間好有戶外氣息。原來設計師喺玻璃天花頂下面加咗一排木條，陽光透入屋嘅時候就會有木條倒影，加上由石春鋪成嘅水池，自然氣息就更加濃厚啦。除咗享受下陽光氣息之外，戶主平時亦會同朋友喺偏廳飲返杯 relax 下。偏廳設計十足似酒店 lounge 咁，座位又特長寬敞，飲起酒嚟都特別暢快。2樓係飯廳同佛堂，佈置簡約素靜，中間用咗一道夾絲玻璃趟門分隔，厚重得嚟又隱約透光。佛堂用咗淺色木地台，戶主響呢度席地而坐都好舒適㗎。飯廳對開係廚房，設計師特登間咗一個熱炒區出嚟，無論炒餸炒得幾有鑊氣都好，都唔怕啲油煙會供出廚房同廳啦。嚟到3樓係仔仔嘅房，設計師特別用咗深灰色做主色，又用咗美國街景嘅相做牆紙，好有現代感。房入面亦間咗一個小客廳，方便佢同朋友聚會。主人房同囡囡嘅房就喺最高嗰層。由於戶主兩夫婦嘅作息時間唔同，設計師喺主人房度同樣間咗一個小客廳，非常貼心之餘，亦令間房有總統套房嘅氣派。天台嘅設計就呼應1樓嘅自然風格，戶外木地板、石池，再加上戶主種嘅植物，真係令人有一種置身城市綠洲嘅感覺啊！